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娛樂。最近啲新聞話邱淑貞一家陷入金融危機，虧損咗上億港元，真係令人擔心。之前嘅幾日，邱淑貞一家人去咗自家餐廳食飯，結果啲媒體就話係唔係因為公司財務危機，一家人開始節儉咗。呢啲報道真係令人感慨。近2年港台娛樂界冇咁風光，邱淑貞家嘅事都未必能夠比得上內地一啲流量明星嘅微博點讚熱度，但聽到佢哋嘅困境都係令人唏噓。科普一下，邱淑貞同沈嘉偉夫婦呢2年真係經歷咗大起大落，損失咗至少9位數嘅資產，身價大幅縮損。嚟講講邱淑貞老公沈嘉偉。沈嘉偉可以算係真正嘅白手起家，出身寒門嘅佢只讀到高中，通過觀察市場行情，開始做起咗水貨生意，同空姐合作，喺各國批購潮牌服飾，然後喺香港倒賣，賺取中間差價。市場需求日漸增大，沈嘉偉決定開店打造自己品牌。佢利用銀行借貸嘅優勢，不斷開分店，並聘請大量買手，搜索全球各地有價值嘅潮牌，拿到代理權後放入自己嘅店賣。憑借實體廣告同新穎商品，沈嘉偉嘅品牌成功吸引咗年輕人嘅目光，為佢嘅時裝王國打下基礎。但真正令佢爆紅嘅係佢生命中嘅一位貴人，被稱為香港性感女星第一人嘅邱淑貞。爛片之王王晶曾經話，一個導演真想拍好女演員，尤其係男導演，你要把佢拍好，真正要愛上佢。拍完之後，你可以抽離。王晶將自己嘅多情講得咁清新脫俗，真係唔愧係大導演。邱淑貞就係佢愛過嘅女星之一，因為相信王晶愛自己，邱淑貞浪費咗自己最美好嘅9年時光。與其話係王晶捧紅咗邱淑貞，不如話係邱淑貞為愛痴狂，幫王晶賺到咗大把錢。邱淑貞1968年出世，因為天生麗質，自小就係鄰居讚美聲中長大。佢哋都話你咁靚，以後可以做大明星。所以細個嘅邱淑貞就有咗做演員嘅夢想。當時佢屋企條件唔係好好，但父母從未虧待過佢，為咗幫佢實現夢想，堅持送佢去培訓班。邱淑貞好懂事，知道父母唔容易，為咗減輕佢哋負擔，16歲就去做平面模特。但模特圈唔係咁容易混，雖然靠住靚麗外貌接到啲活，但冇後台，資源少，所以混咗3年都冇乜成就。80年代選秀風靡一時，好多平民女孩因此改變命運。邱淑貞當然唔會錯過咁好嘅機會。1987年，19歲嘅邱淑貞帶埋閨蜜一齊報名參加香港小姐大賽。佢嘅甜美外表同火爆身材真係令人難以忘懷，就好似咖啡因嘅劇情咁引人入勝。當時嘅港姐選舉好似一場現實版嘅花樣年華，每個人都想成為最璀璨嘅那一顆星。邱淑貞當然唔例外，佢嘅出現就好似春光乍，驚豔全場。但係好景不常，佢突然被爆整容，就好似喜宴嘅一場突如其來嘅風波。佢嘅好閨蜜背後插刀，令到邱淑貞嘅前途一度變得咁淡，好似《阿飛正傳》嘅主角咁，面對命運嘅打擊。但係就喺佢最失落嘅時候，無線電視同佢伸出咗援手。邱淑貞嘅演藝生涯就好似新不了情，雖然起點高，但並唔平坦。佢初時嘅演藝之路充滿咗曲折同挑戰，佢嘅私生活亦同佢嘅職業生涯一樣，充滿咗坎坷。好似月光光心慌慌嘅劇情咁，感情同事業都遭遇到打擊。王晶嘅出現就好似英雄本色，喺邱淑貞嘅生命中扮演咗一個關鍵角色。佢提議邱淑貞走玉女路線，
就好似色情男女嘅轉折點咁，為佢嘅事業帶來咗新嘅機會。雖然起初邱淑貞猶豫不決，但最終佢選擇咗接受呢個挑戰，好似春光乍嘅角色咁，大膽嘅展示自己。佢喺電影中嘅表現，令佢獲得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提名，一躍成為當紅影星，就好似窈窕淑女嘅主角咁，從灰姑娘變成公主。之後，邱淑貞嘅星途愈發耀眼，但佢最終決定將脫下嘅衣服再穿起，好似赤裸羔羊嘅角色轉變咁，不再趟渾水，選擇咗一條更加適合自己嘅道路。佢嘅這段經歷就好似一場充滿戲劇性嘅無間道，充滿了挑戰同轉變。早年同王晶嘅關係可以話係風波不斷，有次佢哋吵完架，邱淑貞一怒之下就失蹤咗，令王晶擔心到不得了，最後不得已喺報紙上公開向佢道歉，邱淑貞先肯現身。喺1997年，邱淑貞得知王晶同其他人喺酒店混合，她立即衝去，當場抓包。嗰一刻，她徹底對王晶失望，長達9年嘅感情就此畫上句號。第二天，佢就喺媒體上公兩人分手。1998年，經人介紹，邱淑貞認識咗時裝公司老闆沈嘉偉，身家超過10億。沈嘉偉並唔介意邱淑貞嘅過去，對佢展開猛烈追求。起初邱淑貞並無答應，但在沈嘉偉一次又一次嘅表白之下，她終於答應同佢交往。佢哋交往一段時間後，邱淑貞發現沈嘉偉雖然有錢，但一心一意對她，性格穩重內斂，完全不同於王晶嗰種花心兼甜言蜜語。所以當沈嘉偉向她求婚，她毫不猶豫答應咗。1999年，沈嘉偉為邱淑貞舉辦咗一場盛大嘅夢幻婚禮。婚後，邱淑貞利用自己嘅人脈幫助沈嘉偉同娛樂圈搭上線，一眾香港頂尖藝人都開始為佢嘅品牌站台，包括佢嘅好友張曼玉、張國榮等。聲光效應嘅加持，令沈嘉偉公司旗下嘅服飾一下子喺香港成為大熱款，商業價值飛升。到咗2005年，沈嘉偉打算將公司上市。上市期間，因為資金不足，邱淑貞二話不說，直接拿出自己全部身家做抵押。之後，沈嘉偉送咗佢25%嘅股份。沈嘉偉集團一路高歌猛進，公司上市之後，沈嘉偉個人財富一躍升至10億港幣。邱淑貞更俾人讚做香港最旺夫嘅女明星。公司嘅黃金時期，代理嘅品牌有近300個，內地分店更加多達200多家。股價一度飛升，邱淑貞嘅身價更一度高達20億，遠遠超過當時嘅其他明星。不過好景唔長，公司後來都冇能夠免於衰退。根據媒體報道，沈嘉偉集團首次出現由盈轉虧，淨虧損高達7120萬港元。監有爆料，公司由2019年8月份至年底，共裁員300多人。到咗今年，財報顯示，自2019年至今年2月，全年業績虧損高達7.45億港元。同時，沈嘉偉公司更俾人追租24次。涉及金額每次都喺34萬至140萬之間。集團喺港澳地區甚至唔得唔閂咗17間分店，上半年虧損達4個億。為咗挽救局面，沈嘉偉開始培養佢嘅大女兒沈月。佢先讓沈月做自家公司嘅模特兒，再利用人脈幫佢上大雜誌封面，甚至還讓佢參加世界名婦舞會，希望她能夠成為一個帶貨公主。不過，沈月出道其實違反咗邱淑貞早年嘅想法。佢之前明確表示唔想女兒進入娛樂圈，只希望佢哋多讀書，過普通人嘅生活。雖然早於2017年，沈月就已經收到不少電影公司嘅邀請，
但邱淑貞都唔同意。而家看嚟沈月進入娛樂圈已經成為必然。近期沈家偉甚至安排佢跟住叔叔沈建偉學做生意，到處飛去參加公司活動。網友對於沈月成為拯救者嘅事都唔係太看好，甚至有人開玩笑咁講：咁點解唔叫邱淑貞自己復出呢？咁樣唔係幾億都能夠即刻賺返嚟？事實上，邱淑貞一家肯定都考慮過呢個可能，但可能係佢自己唔願意。即使邱淑貞真係要復出，都未必能夠達到想象中嘅效果。講到底，港台娛樂圈嘅衰落，我已經講到聽厭咗。嚟內地賺錢，他擅長嗎？受唔受接受？不過，即使再怎麼落魄，瘦死嘅駱駝都大過馬。希望邱淑貞能少啲磨難，畢竟好多人都真心愛過佢。今天嘅節目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不要錯過我哋嘅最新八卦。